前面3期我哋講咗母系社會嘅歷史，同埋父權制度係點樣慢慢建立嘅。而家我哋唔係要返到過去，而係要諗清楚，有啲規矩其實係父權整出嚟嘅。當你識得分辨，先會知道原來自己可以有更多選擇，唔使淨係跟住社會話你應該點做。喺母系社會入面，唔係比邊個強，而係重視關係同社群資源同財產，唔係淨係搶嚟搶去，而係互相支援。喺依家嘅生活，好似朋友、家人或者同事之間，可以分享時間、技能或者互相幫手，有人分擔照顧小朋友，有人幫忙處理家務，大家一齊互助，感受同樣重要。教育唔係淨係追求成績或者服從，係母系社會，細路仔學嘅係互相幫助同責任感，而唔係單純比分數。當小朋友知道自己對家庭同社區有貢獻，學習就變得有意義，唔係單純做機械式嘅表現。相比今日好多績優教育只重視分數同排名，母系教育強調嘅係小朋友嘅社會感、互助同成長，令佢哋更能自主思考同合作。日常生活都係咁，家務唔係一個人負責，而係按能力分工。工作或者社群入面，重視合作同資源共享。母系思維就係將每個人都視為重要嘅一環，而唔係比邊個強邊個弱。呢啲唔係理想，而係可以喺生活中慢慢實踐。好似每日一啲小改變，累積出唔同嘅影響。舊石器時代嘅考古研究證明，養育群體唔淨係靠男性打獵，而係女性同男性一齊，甚至女性自己可以獨立養活群體。女性懷孕帶住小朋友都可以去做狩獵同採集。力量同能力唔係性別決定，而係你想唔想、能唔能做到。呢個道理唔單止警醒女性，男性同跨性別者都一樣。唔好俾社會定義你做咩唔做咩，你嘅能力同選擇係屬於你自己嘅。講母系社會同父權社會嘅差異，唔係叫你要推翻現有嘅制度，亦唔係理想化過去。重點係明白社會俾你嘅選擇係唔係真係為你好。有啲規矩限制只係帶住為你好嘅嗰套嚟控制你。睇識真相，你就可以揀自己想行嘅路，唔使俾人哋逼做唯一嘅選擇。呢個醒覺好似打開咗一扇窗，睇清楚世界，亦睇清楚你自己。